啊，今日咱今日来咱吴先生啊，拜托甲爸爸讲即个今日去前有合作，哎呦，我食饱拢做你当跳翻译的做去做咧，他所以说阿爸嘛，好像也没有说知道，如果在访问的话，可能有比较有问题，有啊，那就很多了啊。所以有这个机会来到咱这叫做思想嘛啊，有爱心，爱想啊，这单政小一单位啊，所以刚刚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讲的都是点都做起来咯。我嘛甲吴先生讲啊，到有想要讲啲地方，讲现在，我都来我家己自由来发表，我感觉差不多啦。所以我来讲，来讲这地方是专调，能自己呢，但是能自己会做一套，这叫做干部，对吧？好紧。那你看这两条因为时间，互相来探讨。我所做的在建干甲建设啊，比以前代表到可能做很高啊。以前在平时就你讲就好讲，要做会到，爱看个人的努力。毋是做这本书，是讲安怎到了好讲道理，事情做会到。按个人的先见，讲得好未必能够做得好，讲也好，不一定也做也好，所以讲的真简单，要做是足困难，但是唔困难，是你有用心你有认真你若用心认真啊，咱讲的就是话引领性天王。人可以超过天，但是不可能啦。其实你嚟讲，你的人生只要人用心，这代志拢做会到。所以咱今年两将军我非常超过的，所以当下的时间是我今晚就开始，先到咱就问题。咱去银行领钱，咱到银行领钱。我拢家伙最要紧重点爱写什么物件，你到银行领。伊就甲你讲，你密码，我刚才你讲，大家都手头都有一个资料咯，你若资料要讲你当掉就是当掉，大家都有设定嘛，买嘛，密码，咱难道密码？生命的密码。咱人有生命的密码，生命的密码。这个咱人生命的密码是啥物？咱知哦？助心不息。咱讲的生命，就是讲生命了无？年、月、日、时，就是咱人咧上命啊。是咱人要娶女要嫁，就是爱好嫁字啊，爱考，若袂考，后壁咧真正会做袂好诶咱这起可虑。说这个第一啊，讲是咱了，咱一世人出世伫这个世间，就是叫这第一物件。咱讲因果嘛，将这因。所以咱就照命的运转，安尼嚟做。命的运转是啥物呢？就是咱一世人的因果。所以咱每一个人都爱按表操课。所以一世人到底你是好命，你是歹命？是你种种啊，你来看你前世人，你到底是相信的，
你照这个表来干做，所以这四项都是这是咱四项这个因缘果报。那为什么咱会受这个因缘果报呢？因为咱做出的违背了这个自然，以这个宇宙间有一个自然的法则。这自然法则咱认为啦，所以咱会变成话无正常，也是无自然的行为。这个无自然、无自然的行为啦，是咱咧讲的，咱的心念，咱这个念头唔对。咱讲出较粗鲁的笑咧讲，咱的念头较自私为个家己。见到伊家己这就是咱讲叫做欲望、欲念，是咱叫做妄念，叫做邪念，就是无正当、无照道理、无照定势。安尼做出来，所以你种下了因就较无好。那么世人才承受这个果。你世人安尼做，后世人就会变成安怎？所以这是咱一般社会讲的，大家记住啦，讲就是叫这个三界因果结算。最后，你既然咱做先啦，像咱注意，刚有法讲法律生死轮回，有没办法？有办法。但是以前都无办法。但是现在注意，咱现在注意在呢，咱有机会放弃，对吧？来机会这个机会这个是啥？所以不讲你讲话，咱实际上我会造谣，我跟你讲。但是我今日要听到说，我知影要咱做，我知影要咱改头换面，我知影要咱来修正，要咱改变家己，要咱忏悔，要咱反省，这个行为咱有。安尼就是我命啊，我换做啥啦？要换这个命。现在换这个命。所以咱到时咱就是说要咱这刚得的好，讲到讲是三宝，讲出来，当时这个三宝的见解啊，见解也当中，都你觉得是求道。基本上都是另外一个是自然的法则，所以人一定包括天地、众万物，包括咱人，拢一定来照着这个自然的法则来行。他说你若违着这自然的法则啊，是咱大家讲的所谓反作用，反作用，这个反作用就是接受迄个反作的因果。所以比如咱台湾来讲，为什么会土石流、土会发？甚至是乌白干啊，乌白干错，所以记住了我先生会放来嘞，会放来，这就是叫做反作用，反作用就违背了我讲的自然的法则。当然你在修道修道，所以叫做在修，这个既然要修的，所以在咱的修道一定爱离开的自然法则。那么咱怎么来处理？咱道人的。离开的法则是什么？怎么道？对，心中有道，但是做人的要什么道？对，要人道。你做人的道理，做人来做什么呀？你老婆叫人做人道理，你就是不多管，你就是每天这个多出别的问题。所以咱照出别的法则，就是讲话，爱真主人同他。所以注意，我在警告咱注意，看出咱家庭无顺利，身体无咱较大好，是主要做了嘛袂顺利，咱有一个动作，咱会安怎？咱人无讲叫做问心托本，对吧？反正问人家是，我家己我大家讲较有啦，都唔怕问心情啊，家己。但是咱讲的哦，10年到60年，甚至80年，甚至90年，拢加减着。你若无实在，到你自己来讲做事对不对啦？我这样摆就好啦，对吧？所以人讲就是在嘛无平衡的，既然个人因做做的话无同啊，所以咱迄个艺术就是讲不同问题，所以咱会问题同。其实。今仔日就做了吼，只要你来让真主人同家吼，找回咱个灵魂，这个是为性，这个
己的自修，家己的本来的路。所以你现在做新人，这有几种，这个新人必须要熬。啊无我，那我一定一定要弄啦。就是讲讲伊我都开关这个问题嘛，上起码讲的，迄个无看袂到，伊看有啊，啊咱目睭200单，一日才2日，嘛看你看袂过对无？就起码伊我不认为看有啊，所以咱就无到底我只有有一卡的消息啊。啊，所以你想到你这个，所以有些老师在不断的只能忍受走啊。你讲外口你问清楚咯，其实你都无改变，其实自己的心中自尊不咯，这个上紧啦。这个叫做尊主，所以咱下就是像外口去做迄个心灵，其实咱内面迄个心哦，这叫做完形元神。所以咱的完形是作心啊。现在北京这个抗调呢，我讲有咱你问清楚不了，刚是这个哪一个？心嘛叫你讲啊，你爱安怎做，安怎做，安怎做，啊，结果是哪里做？发现啊，哪里见哪里做。当然咱也捌去搞定，基点是咱民心嘛是好啦，哦。啊，但是哪里啦？咱讲诶，听贵地就多了，对不对？听贵地多了，就是讲意思讲，伊若较出咱南方人诶钱啊，比较讲爱伊诶叔叔啊，较爱钱啊，是较无正当的时咯。哇，伊所做方法可能就较无正当。啊，咱来讲咱去做看你对无？我来讲，人讲唔听，鬼讲讲听。所以讲外口的事，实际上咱本身就改变你家己的事，完全无关系。所以，回讲换一算到尾啊，你嘛在做你家己。所以老师讲的这个心情，咱改变这个关系，这上面啊，你只要你能做出来。啊，就是讲的，我讲做人的道理。就说这些咱是管好，这哪干那种，啊，你温文做出来，安尼是心理状态。当然啦，你就不同意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是这无他的时候，咱是就叫大家开发清楚，咱道理在听，啊道理听，那么对听，他就会道理，道理听他有消化。消化意思是讲啊，你在传这个道理安怎应用在你日常生活，应用你做人的道理前来做，应用你自然教的这个发展基准，安尼就是。像爱描代，描代，今仔日这个都比较便宜的。当然，咱讲求道的好处，第一点就是求道可以抛出要求，对不对？可以而已。他没有来讲，就是说一点高的要求，就是说要爱看后边像那种，虽然就是说要爱学多，爱修多，爱办多，爱为了讲多，他有来要求是了解他清楚嘛。所以有一个阶段嘛，咱你来清楚人讲解嘛，所以你来教一以处书来言，这个语言处理，以后他们来教的，因得就好讲，你当教官的系统学学会。因为人道性天道论，因这老老话天生的去研究啊，这是老师讲过去啊，这东西这样来，你要把地名啊，自己拿爱一扣啊。如果呢，你要求教过的，要你扣头，要收到。那今天我们不讲这个，啊，我们不讲这个，他不会公平。所以人爱去求，像我们在教训，你懂得是什么？你在这就懂开啦。人只要会当抽，这个事情该办好。这事情来规来好得行嘞。好。因为人会当大家家己唔对，来单纯信心忏悔，安尼当然就法度啦，改变社会。所以我刚才听到那个大家重新我重新周围啊，你这个过去就是我给他们解决问题了。秒今天还改吗？命运这个人改吗？可不可以秒给他改嘞？我看你以后东西改，我怎么改？
为什么无法安尼讲？因为你改了属性，属性。如果用冲天之气，你个艺术这方面啦，真正作为一种指甲的，那个碳卫生真正提出来。但是，咱社会讲，拿大汉来啊，大汉了哦，是大个生意来，其实导致嘛相信，己所不料嘛。从教育这些关键是导致我来讲啊，因为这个我说对你总是叫做关注点，哪去我？所以其实这个当开始的苗。就是讲，这个会使另外一个中爱有个动作，就从你中这个动作上做会到，这个是改的；你中这个若做到，改就改，是这动作。因为人最困难改变的是哪个法？人最难控制的是那个情绪。最难相处是跟人的关系，最难平衡的是人心态，是咱态度，最难突破的是自己，最后一步来讲就是叫啥？人最大的能量，这个能量你把展现出来，你就有办法去改变命运。如果你展现不出来，这有个去搞地方改变命运，专量。因为人生做这个是咱累平的过这种，人生不可可能是平的嘛，对不对？为大路啊，为小起伏不平啊！啊，你个心态，你讲出来随着这起伏不平，大路啊，这个咩？像你个心态袂烦恼，到底烦恼袂心啊？啊，若烦恼袂心，你就看到改变不了嘛，绝对没办法。所以最大的能量，你要保持讲转变，变转你的习惯、你的情绪、你的关系、你的心态、你的自己，那大家就会改变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谈这个转变，专讲是一个专讲。简单来讲。转化咱的心量。